再来看法国新任的总理艾塔尔掌上任，原本做教育部长，今年才34岁。艾塔尔是法国史上上少年的总理，伊嘛是一个同志。外界介伊是政治行动，伊捌做过政府的发言人。马克宏希望透过这届的内阁改组，来提悬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法国总理交接仪式伫总理官舍举行，徛伫62岁前总理博纳边仔，34岁新任总理艾塔尔显得更加少年。艾塔尔伫演说中表示，总统马克宏甲伊的组合除了创下法国史上上少年领袖的纪录，更加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展现法国对未来布局的企图心。Avec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aurai donc un objectif: garder le contrôle de notre destin et libérer notre potentiel français. 为卫生部的实习生、有选局处长、教育部长到加州总理艾塔尔进伫政坛高达11年，过程会当讲是一路平顺。疫情期间，伊出任政府发言人，加州法国民众熟悉的政治面相。旧年出任教育部长，自就任就宣布禁止学校穿穆斯林的长毛衫，也伫右派保守人士的恶语。顶礼拜总理人选民调显示，超过1/3的受访民众支持艾塔尔出任总理职务。 Non, c'est jamais trop jeune. Quand c'est efficace, c'est jamais trop jeune. Ce qui fait peur, c'est que ce soit un mini Macron, et ça, attention. He's a very good communicator. He's only 34. He's openly gay. He brings a lot of dynamism to the political class. What Macron would have really wanted in naming Attal is someone who comes from the left, but who also appeals to conservative voters. 不过部分政党大佬并不介意看到总理人事案，艾塔尔就任上大的挑战是安怎来提振马克宏政府落家的支持度。前总理博纳任来。 强推退休年改甲移民法案引起民怨，马克宏计划借着内阁新人事反转民意，力抗强大反移民甲反穆斯林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搁注重6月登场的欧洲议会选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